玻璃菜变态菜，主厨好时刻。哦，你有变态菜嘞？阿龙哥，玻璃菜料理，嘿，玻璃菜啊，要炒炒子当我说啊，今日冇办法，今日要做冇共用的，今日要做春川辣炒年糕。年糕，年糕，佢唔係北方菜，就係韓國菜。韓國菜。哦，佢好，韓國菜。辣咧，我中意，我中意，我中意。佢要啲啲辣啊。韓國嘅時係咪當好食嘅？哦，佢一睇爆啊，啲玻璃菜最好食。啊？咩年糕好食嘛？年糕唔識揀啊，佢年糕台灣年糕咪當好食。哦。冇辦法啦，佢因為你出啦，是要用到韓國嘅年糕啦。好，那麻煩你吼。講誒，我哋做員工餐。好，我哋一下嘅雞肉啊，我哋雞肉啦切啊，切一碟一碟啊。安尼哦。係。好。然後個地板，我只說一次啊。蒜頭。撈啊，從你兩隻邊撈。好。啊。落去醃一醃。好。好。我先高啲菜。皮外嘛，皮外嘛，皮外嘛。皮外啊？要骨頭。啊皮外呢？啊？哦，料杯。冇。骨頭要低嘛，係冇？啊，高麗菜我哋切下咧，高麗菜啊，應該講高山高麗菜。啊，高麗菜當多種，用高麗菜啊，你一千一千啊，有些比較高冷的海拔看一下。離山呢？離山啊，哦，嗰啲都下邊嘅啊，是可能唔係季節啊，啊個品種還冇共用。好，哎你來麵條那個切佢。你喺做員工餐哦。所以睇睇，安尼啦喎。做得。改豆，你怎么安排跳？还有下2跳，不用下2跳，肉处理我行。好，你啊，是来写好的啊，哎，那个浸啲水。好，浸到水，用蒜條炒的。好，插過來，哎你啊，我來切，哎你。葱條，葱條啊，同樣，嚟切一碟碟，像雞肉一樣。哦，你像啊，小虎正經要做菜啊，正經。沒，我請用，骨頭不要有嘛，因為你還是多。這裡還有一塊。呀吼。都點吼，一日吼要切10個件。這些雞肉係普遍啦吼，雞肉你啊咪，啊當然講嘅，你啊中秋節半夜飯啊。哦，半夜飯多哦，大家就要烤肉。個你啊下少人都不卡烤啊，瞬間是冇背啊。因為油煙多啊。唔是唔想做咩？係啊，烤肉就一定要識得抹酒嘅嘛，識得抹酒嘅話就唔想變酥。好，家庭主婦咪當磨汗啊，吼。有些如果要身體又啊，夾壓又唔想食。你像炒難多哦。冇不然炒難係冇。咩？我怎麼不然咩殺出去？這2個點我本咩殺，我就變出去。好，下辣椒。春川哦，因為佢落雪下多啦，吼。故所啊，會是下辣啲的。咁我小嫩嘛。找你按切好啊，應該是冇好咧，吼。好，我夾。但是啊，冇條路本做，你要讓我抱怨。我哋本條路你做，夾好。夾。你係下晝3點，早晨跳10點，哦，你要注意，你還是會有那個偶像包袱。你冇，夾好。磨蒜你最要注意的地方在哪裡？快要磨到手的時候呢，就不要再磨了。你可以示範一個
错误的。真的吗？哎你想要看到红色的蒜泥吗？一步咯，得不吼？哎係好嘅啊！你幫佢要盲辣香油、調油、糖，米酒、唔知道。米酒、胡椒粉。好，放落去。放點糖吼，嗯，因為等一下會辣啦。哦，冇打鬆，冇打鬆。你感覺我動囉嗦？咩？可能見啲針對藥費嘅，英文講，動手嘛冇酸條嘅味道，就一點嘅就冇 romantic， ，romantic。冇看過人帶出嚟帶到安排看嘅。哦，哎你啊，嗯，哎卡卡嘅吼。哎啦，你啊，五哥讓我用蒜泥啊，用糯嘅，用糯嘅啊，就適用於你客家人。哦，因為它比較細了嘛，嘿顆粒比較細了嘛。嘿你像哦，因為啊，你也切一點點啊，它沒有辦法入味，哦，冇辦法入味啊，還慢。你像燒肉，佢冇可能煮完久啊，好，佢講配配佢就好咧啊。我呢卡卡嘅啊，佢調油啊，韓國安尼米酒啊，韓國安尼蒜頭啊，飲水是落去嘅。哦，比較細，粒子比較細的啊，你看看，是鹽雞肉。好，安尼下，用到油，啊，哦，先整，哦，係啊，點用較冇熟。然後又一個韓國啦，我冇去過呢。東上去，因為那是辣嘛，東上去看起來就是一辣的。我是個叫做道地的傳統的東上。你怎麼讓我覺得你只會負責賺錢，然後呢足不出戶？咩？無限的嘛，這個絲毫看唔出出去不當緊張。唔你係啦，絲毫看出來絲就看唔滿緊張。你想你看唔出就不當緊張。有錢是做對啦。哎，哦，你係動向哦哈。過來，哎啦，然後你啊，葱頭、老姨，辣椒，要就是這個韓國料理，好冇？嘿，你要是說煮的咩像哎高頭大馬，很有豪氣的樣，全部起來太低。這下太對。哦，尤其啊，去韓國時啊，你睇個旅行社，一天又一餐不是的啊。要說你講特別，算係炒年糕冇？其實算辣炒雞肉呢。辣炒雞肉。佢韓國人啊，食雞肉較多。哦，cái高麗菜佢咪凍到哦。我哦，有個冇，我想唔出啊，可以泡在迄白菜冇邊樣。同樣啊，白菜、高麗菜，韓國嘅葱頭啊，因為佢係偏重啊，即係海拔，緯度啊，佢係冷，寒太天嘅所在。古所謂係甜嘛。啊，咁啊上嚟出嚟當叫唔是哦，上嚟落去炒啊，一下落去年糕放落去，一下凍硬哦。冇，來聽，看就底，看到底哈，看就底。那我就不解釋了。好，一天要加水啊，加點水。打過來，你一下，然後同時，然後枸杞醬，枸杞醬。都枸杞，啊，日文啊。日文枸杞醬。韓式辣醬，韓式辣味噌，有冇？嘿，有，唔係講凍辣啦，一啲啲嘅辣，啲咧甜。嘿，韓國菜哦，就少不了這個元素。當道菜啦，唔係講咩特樣啦。打過來辣椒粉，韓國辣椒粉，因為凍辣冇，唔係辣，
唔會人辣啦，唔係像台灣鹽酥雞嘅嘛。啊，有啲要嘅，啊有啊咪我嘅。有爛的。一啲啲嚟聽啦。好，一般就好了。哦，有爛啦。哦，真爛啦。我來，其實吼，迄色嘅問題較豐。有羊毛。嗰等下，嗰熟白阿妹食到會很唔感冒。唔係，佢買礦泉水就有福氣。我哋還是應講有那個 feel 了吼。懂香。豐盛，就當佢有血脈奔張。好，呢一下嚟檢改一下，新嚟群年糕。嗱都韓國咧。而家出啦，你講，冷天的時間嚟做啊，當好選。韓電視吼，韓流網絡。來用呢？我呢？安叫哦。好，那個攞最尾玻璃菜。主角哦。因為你辣啦，要買要用啲玻璃菜，用啲玻璃菜啊，玻璃菜會甜嘛。哦，你講嘅白菜啊，做得麼？未做得。哦，未做得。我先白菜啊，幾下冇按切。好，呢下試看看。哇！做得冇？辣，有辣，辣，一點點。好，你哦，那特別熟啊。不辣嗎？拄好。都好好。拄好，夾來拄好，安尼來，後勁來了。因為啊，然後你就辣啦，咩講？按台灣料理啊，也唔是按辣。唔係嘅辣就會辣啦，落咗就嗷。因為啊，讓你的身體啊，慢慢的暖和。好，安尼啊，差唔多嘞。高麗菜啊，當夾吼。高麗菜你做唔得翕長球啊？高麗菜咪做唔得做長球啊？咁我車嘛。好，葱呢？哎，冇挑鹽辣胡椒粉咧，便利粉咪唔食咧？唔食啊？唔食。好，呢一下做得咯。哇哦！呀，充滿最好食。來，茶飯。當香。其實台灣高麗菜唔會燒很久啦。哦。23年啊，當車啊，誒。又甜。高麗菜啊，有東西就係呢，貴隻唔貴隻，台風唔台風差唔多。迄貴嘅時候，一粒哦，可能8塊膠；便宜嘅時候，一粒15元。還冇歐元愛。嘿，冇元愛啊。我哋啊，一隻吼差唔多170，170塊。挺貴嘅時候。哦。啊，沒有哎。誒賣多賣唔到喎。咪冇辦法啦。好，安妮呢？也出啦，韓國的。完成。呀，係哦，我當向食嚟哦。春川辣炒年糕，雞肉切一塊塊，玻璃菜、蒜頭、紅蘿蔔咧，辣椒誒切一片片嘅，蔥頭切一塊塊，蔥誒切一節節嘅，雞肉有香油、豆油、米酒、蒜頭、糖、胡椒。填雞肉放喺煲個湯炒別香，再加蔥頭、辣椒誒、蒜頭、紅蘿蔔咧炒炒啊。加水以後，再放年糕、韓式辣味噌、韓式辣椒粉，共下煮。煮滾以後，放玻璃菜翕一下，再放蔥誒，安尼好食的春川辣炒年糕就做好咧。